坦洲值唔值得買呢？今日同大家分析一下坦洲到底值唔值得買啦。第一個，環境改善顯著，城市界面快速升級，人口從2017年11萬增至到2023年22萬。環洲南路、坦洲大道等主幹線建成後呢，通勤時間由原嚟嘅1小時縮至到10分鐘。第二，教育資源對比，公立教育遜於珠海，但優於周邊區域，建議選擇珠海私立學校以獲得更加優質嘅教育。第三，交通便利性突出，與珠海僅一條馬路之隔，可共享雙城配套，港澳直達巴士、紅巴等多線可以直接到達我哋嘅拱北口岸，連接橫琴、斗門、金灣等區域，出行便捷啊！第四，性價比優勢，單價9000蚊起，精裝修為主，戶型覆蓋70平方到200平方，滿足單身至4代同堂需求。低首期政策咧，降低咗購房壓力。第五，二手房市場活躍，2023年成交近8000套，為中山最活躍區域。部分新房價格咧低於二手價，需警惕開發商與業主嘅價格戰風險啦。